廖庆基歌戏文教基金会2025的经典大戏《七世夫妻》，主持演员带少年辈的传承功夫做伙来演，邀请观众朋友共同来看戏。 台顶表演的歌戏戏剧，合作七世夫妻，内容是咧演金童玉女两人因为做唔到代志，互玉皇大帝处罚到人间，两人必须轮回七世，爱甲真辛苦的故事。 因为第一世，比如说孟姜女吼，加万喜良，那第二世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，啊，第一世一世安尼转落去安尼。这是廖庆基歌戏文教基金会所制作的经典大戏，会用3天的时间分做7场来演七世夫妻的故事。为着要世代传承，规出戏对导演、制作、音乐、执行等等的职务，拢是5、60岁之前的资深前辈来带领。如果那这戏是用5年级的这个监工来演这出戏，其实阮无压力。 阮真无压力，但是因为即摆阮最主要是一个新团的意义。那么这个新团的意义就是讲，阮希望将咱少年的这个演员会当杀去伫舞台顶，吼，真侪观众朋友了解。 基金会表示讲，即马有真侪20几岁少年人愿意来学歌戏、唱歌戏，替歌戏注入新的活水。因嘛希望歌戏的传承会当亲像这出七世夫妻的大戏共款，代代流传。记者陈阿双、柯敏哲台北报道。